從香港西九龍出發，踏上舒適專列，展開一場穿越北回歸線嘅秘境之旅。我哋嘅雲南故事就由鮮花同歌舞嘅熱情開始。行程第一站，先去被譽為雲南馬爾代夫嘅虎仙湖，之後會跨越北回歸線呢個地理奇觀，去那阿里查、馬古道，感受當年馬幫嘅歷史回響，跟住深入雲霧縈繞嘅景邁山古茶園，呼吸千年茶樹嘅芬芳，探訪好似被時光遺忘嘅雍基諾干古寨。呢度嘅平靜同古樸，正係忙碌生活中最難得嘅療愈。抵達西雙版納，先去金光閃閃嘅蒙赤大佛寺許個願，去野象谷探索熱帶雨林嘅秘密，再去原始森林公園，親眼見證白雀朝鳳嘅大自然奇觀，闖入中科院植物園嘅奇幻綠色世界。每一步都會驚嘆大自然嘅鬼斧神工。喺萬象村可以親手整一件獨一無二嘅手作，將手作嘅溫暖帶返屋企。喺岱族縣體驗最地道嘅潑水節，讓清涼嘅水花帶走所有煩惱，只剩低祝福。當夜晚嚟臨，告莊夜市嘅璀璨燈火為你點亮。呢度係美食同夢幻嘅天堂。8日時間，我哋從現代都市走到熱帶雨林，從高原湖泊漫遊到千年茶山。呢趟唔止係旅行，更係一場深入嘅感官同文化盛宴。復活節特別班次，為小搶手，即刻開啟你嘅版納奇遇啦！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